前2届因证由王石石阿伯韩国热土网页有名嘅陶洋体験藝術節，今年也有盼同200無強用嘅係今年特別強調彩體連結。雖然先前也有3期居民參加，不過因證大家都睇注意國外藝術家嘅大型作品，但都冇注意到彩體同體驗能係重疊。今年強用有大型創作。不過，特別帶大家去看的係義遊生活藝術行動計劃，一個計劃已經做咗2年嘞，常常累積的3期嘅藝術能量。一般藝術節，藝術家同居民相互交流學習，同時向下做出值得永久留下睇3期嘅藝術作品。冇聽錯係過大型的，也冇聽錯係清上癮嘅。不過就係藝術家同居民因討論，韓國實際參加。用彩體觀點出發做出來嘅正經屬於彩體嘅藝術作品。風動台吹到花見繞，對啲花雕都計了到可以來長興義公雕，就長係碰雕嘅，是興藝術家廖建倫嘅研發。向下扎根、向上伸展的一個感覺。那用的是在地的泥土啊，用像做蓋房子的用的那個土磚，裡面的稻殼啦、稻草啦都有添加進去。結合先波橋雕沙期嘅普通實驗，讓沙期見面對見面為做乜嘅開始，從下來做兩項作品。我做了之後，我是被推着走。你會認為說可能帶去你要帶領啊，要教啊幹什麼？還不是，而且就是我講，他們都是生活達人，各方面各個領域的那個工作達人。所以我在做的時候，他們的速度之快，我變成說我的動作也要節奏跟着加快。藝術家今年彩體，老見面見討論，做出了介就會係做彩體生命力嘅作品，也爭帶來到認同。你像里長當初可能還不是那麼清楚要做的東西，可是當他認同認可的時候。出的力道之大，那我都沒辦法想象。哎，你鄉下人在搞藝術家，就是說宋漢英考試就叫藝術家，所以說他那個改變哈，就是說他有跟我們現在推廣的風采也有結合，就他做作品有結合之後，就會帶動居民給他的興趣。我們就印在這條線以內，我們就不要超過，但是不用說壓到邊邊剛好滿，就只要不要超過，就是一個範圍。藝術家歐中分會帶領沙期見面，然後交流海景地不好，對風俗那一起跳到回順，進來歸前瞻。不管是社造或者是藝術介入社區這件事情，並不是要靠社造或者是靠藝術去改變居民什麼。其實這些居民他們本來就有很好的特質，有很好的信念在。那我覺得純粹是透過這個經驗，藝術家或者是一些藝文工作者可以去認識當地的精神。佢也發現回順見面嘅情景老交流喺當場，老回嘅電結都本父母乃個架橋喺住波拆開來嚟。原本對於居民來講，他們要到海邊其實非常容易過來。這些螃蟹他們原本要進入潮間帶是容易的，是連續連貫的，但是其實會因為人為的比如說道路或者是堤防，它其實會受到阻礙。但幫助藝術落來，有啲問題重新研究。突然提及藝術節，今年除了地新無老八代就加強大型藝術展品機會，研究幸福藝術行動計劃其實還能做出開始嚟，讓強加嘅藝術家深入到沙期，盼嚟50萬創作作坊，讓見面橋下創作僅僅係彩體嘅作品。我們過去以來很多社區參與型的計劃，因為有時候會缺乏溝通，會變成說很多是藝術家他已經想好說，我來這邊做什麼，那社區你們就來參加吧。我們並不是要用這樣的概念，而是社區它本身也有一個主體性，它跟藝術家它是一個平衡的一個狀態。但同沙期人類參加能量，讓藝術帶落來，也大方式立行，為社會提供業來。因應呢，我們新屋地區啊，這個市區的周邊呢有很多房屋預售的一個廣告，所以藝術家呢，就想到了看看我們
幼儿园小朋友他理想中的家园是什么？所以用这样子呢来请他们。一天买不够嘅廣告，斷定天調度，掠到都係幸福小朋友想象嘅幸福。左手邊這一塊區域呢，就是它的一個房屋的設計啊，各種顏色都把它加上去了，所以你看看一樣啊，公園生活圈。平常時點前嘅做跳住下邊老年，幸福人趕了機會為老年分享，家鄉就結賬。土磚，那上面這個白色呢，一般就是早期它都是用那個石灰哈，石灰把它抹上去。幸福，所以早期個反共勞福哈，信息嘅時大家講信祈福，所以幸福老了反共勞福就當就關係。反共係幸福太上，日草嘅勞福出係展出，以下是篇影視歷史，是篇講述彩體藝術，係幸福出山透明，豐富修改變色故事，出係用彩體嘅觀變出來嘅作品。這個蜘蛛網也有是一個網絡的一個連接構想哈，他也做了很多的臉譜啊，就是每個人都在聯絡。除了境外，要透過實際去做，連下出關注還拿去嘅體驗。旋轉之後轉過來，就每次都這樣一直編織就對了，編到這裡的時候，再拿一根，再放進去，讓他們去製作，是很新奇的啊！寫好之後，他們可能就不是拿回去穿，是掛在牆壁上，當牆壁上的鞋子叫做壁鞋哈。那我們也就是帶着小孩子一起來體驗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文化傳承，但也很能夠了解翻江古厝啊，一些古蹟，還有一些人文歷史的傳承。在地的人民，他們很清楚自己本身有什麼故事，然後他們需要被挖掘跟包裝行銷。那可能要借助一些比較有經驗的一些團隊，可以吸引不一樣的群眾走進就農村這樣。佢落嚟以後呢，當到嘅宴客呢，就發現到我哋啲不但按正嘅一隻素材，我希望呢，用呢隻統計呢，推廣我哋販賣我哋啲地方嘅一隻產業嘅一隻發展。往年會認為說，有國際級的大藝術家來，但是就是活動完了，就好像，那為什麼要鼓動社區參與？就是說，我們也借這個文化節慶來做一些，社造能量的推廣跟教育。望言提經藝術節場內觀眾藝術家做體驗作品，同時寫當到嘅以下相隨去看，大家翕相。唔講，全本體驗作品寫走，冇去注意到正經嘅彩體元素就嚟到。前2年的部分的話，因為它本身這一個所謂展示的物品啊，當活動一結束之後，它就已經撤掉了，它就沒有了。那我們講說，花了很多錢去做了這個東西的話，那結果等活動結束之後，它就完全是歸零。外景因種就機嘅名上下台，大家下會想講，我哋參觀到底有乜嘅冇困難為數，所以因為動動。按禮拜呢，佢唔係像作為彩體嘅一個產物。你度咧設計，遊客都講啦叫因為你係誘因滿台，所以感覺上見嘅人因項目上本身係因超按多種字吧咯樣，但是我認為真正的地景藝術節其實應該按佢哋做展場。這邊不需要打卡，這邊是貼近就是你自己的心理的部分啊。農村的小樂趣或一些體驗，沒有親自走一遭是。沒辦法去感受到，這跟打卡就差蠻多的吧。每時工作者老藝術家對藝術嘅彩體性都做認同也當處事，唔過肯係渠道唔難，還會做很難處理掉嘅。應該係結合彩體下都係社區嘅文化落來，按人本外會人咧感覺講，呢度幸福唔係看到藝術節裡。空氣佢係會做了解講，你幸福你係為所嘅整嘅特色度嚟，我認為呢一種係創意嘅事情啦。我認為說，在台灣的現況，對於地景藝術或者是裝置藝術，會把它當成一種很大型物件擺放在一個環境裡面，有這樣子的脈絡，它是其中一個支系沒有錯，但是並不只是這些奇觀式的東西。那在這次的地景藝術節裡面，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就是跟場域的連接不是那麼的緊密。
唔係常限制到美術館、博物館規格環境出展出，透過作品可以看見人類面困難、環境老生活當中嘅各種問題，係講為藝術落去社區，唔係老作品表落去出好，才聽人就係主角，做研討去參加，落設計提示保留下來，也就對來講重重要要。下對藝術運用伴奏就為做採題嘅美術，大家建議去討論，可能未必做出馬家用嘅作品，為做下多嘅思考老人響。